欢迎收听10月27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以西结书12章1到28节。以西结书12章1到28节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，上帝向以西结说话，说以色列人当中再也不会有假异象和迷惑人的预言。在台湾这块多神信仰的土地上，其实假先知、假预言、假异象，我们并不是没有听过，甚至有一些人在他们的经历当中有遇过，可能是好像同一个信仰，可是随着时间，随着这些作为，他们渐渐发现感觉怪怪的，但也说不上来。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刻，其实认识真理跟透过时间和行动，我们就能够辨识出什么是合神心意，什么不是上帝的心意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，好像一个行动剧，上帝透过先知以西结扮演难民，然后照着上帝的话语去行。上帝透过以西结的行动，而且要坐在这些悖逆的人的面前，然后告诉他们，他们也要这样做，他们也要经历到，因为这个行动剧在表达之后他们也要经历的事。我们怎么知道一个预言是不是真实的？其实不是在那个预言的当下和那段时间，而是要看那件预言是不是如实的发生。这是上帝的话，它当然会发生。可是我们在这当中又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其实一直这样子演这个行动剧，一直到16节，上帝透过他的话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先知要这样做。在这边说到，并且要承认我是上主。另外一个版本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，我是上帝，我是你的主。原来透过这样的行动，是要叫人更加的认识上帝，他真实存在，而且他与人同在。他不仅与人同在，也向人预示他的心意。而在这当中呢，以西结成为这个先知，他也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就是他如实的说上帝说的话，他如实的做上帝要他做的事。在今天的21、22一直到28节，上帝说话，他要以西结回应当时在这个信仰环境，在这个人民群体里面有一种假的说法，就是说光阴飞逝，异象渺茫。上帝要以西结告诉他们，他要让这句话不再流行，不再流传，因为时机成熟，异象快要实现了。以色列人当中再也不会有假异象和迷惑人的预言，因为时间将到。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代面对到有人在说预言，或者是有人在说异象，为什么常常牧师牧者们会说要小心查验，要祷告，然后要认识神的话？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话，我们自然就有分辨的能力。而当我们认识神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样的行动是合上帝心意的。而且随着时间轴，时间越拉越长，越过越久，透过这些行动、这些行为、这些心思意念，我们对照神的教导，我们自然能够辨识出
什么是假的异象，什么是假先知，什么是假预言。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会听到许许多多的资讯想法，但也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面能够认识真理，因为认识真理叫我们在真理中得着自由，我们自然能够胜过，而不被这些虚假欺骗来笼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当我们听见这句话，以色列人当中再也不会有假异象和迷惑人的预言。主，我们何尝不希望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？但主确实是如此，因为当我们认识你的话语，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，我们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我们自然就能够知道什么是合乎主你心意的真理。主啊，也叫我们能够像以西结先知一样，主，他不仅听你的话语，照你的话去说，他也照着你的话去行，让人能够在上帝话语当中跟人的回应行动里面真实见证你的作为。这是我们渴慕，我们也愿你的心意来实现。我们要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向你献上感谢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愿神的真理叫你得着完全的自由。